咁就關於個修訂條例啦，咁由輔助醫療就係會改做專職醫療。我相信業界基本上普遍支持。咁英文就有少少特別，佢 allied 係盟友嘅意思啊。咁其實如果英文就唔要 allied 個字，就咁叫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反映到係即係醫療衛生嘅專業嘛。咁係咪一個可行性呢？純粹係問題。咁第二就係去翻好多議員都講過嘅，就係關於嗰個中文叫適宜，即係個行業嘅適宜，即係個 scope of practice。咁我都聽到㗎啦，聽到局方嘅回應就係今次唔係個目標。不過其實咧，我想講就係幾個專業咧，兩個專業咧都有相當之具體嘅一個建議出咗嚟。如果你話係視光師咧，視光師管理委員會咧，佢哋都 officially 咧，即係都係認為係可以加個醫項係檢查眼睛以發現視覺問題、眼睛受損和眼部疾病的症狀以及其他眼睛相關的疾病，都相當之具體㗎啦。而且管理委員會提出嘅，咁而放射技師方面咧，佢哋嗰個建議咧亦都相當之簡單。而家相應嗰條咧就係喺個將來嘅 Schedule One 啦，而家就咁附表啦。放射技師隔離就係 A 項，即係受訓操作以下設備的人。咁佢哋建議改呢，就只係加咗磁力共振4個字。咁而我睇到其實現在嘅適宜 A 項都有問題嘅，因為佢而家嚟寫呢，就係放射診斷、超聲波及溫度記錄設備，以達到進行放射治療的目的。咁呢個其實都唔一定放射嘅診斷。咁所以而家改可能要 delete 埋放射嗰2個字都唔定，喺診斷之前，即係其實都相當於具體嘅一啲考慮，一啲建議，所以都希望局方係再參考慮。咁然之後我想講嘅呢，就係關於個臨床指引嗰個問題，或者臨床protocol 嘅問題，呢度牽涉到兩部分咧。一個部分咧就係喺物理治療師或者職業治療師佢免轉介嗰部分咧，係有有3個途徑。而3個途徑之中咧，如果你話係符合認可機構所訂立嘅臨床指引或基層醫療處定明嘅跨專業服務安排嗰處係有2項，一項就係臨床指引，英文叫做你改佢做 clinical protocol， 另外一項咧係專業跨專業協作安排。嗱，呢2項呢，我見到就有啲擔憂嘅，就係你寫嗰個不論 protocol 又好 guideline 又好咧，法例入邊咧你係寫明個從業係必須要跟從，係必須要跟從。咁但係我哋知道即係喺醫療衛生嘅專業嚟講咧，其實好多時人係會變，情況係會變。如果你乜嘢都係必須要跟從嘅時候，你就要確保你呢個係全世界唯一準確嘅一個指引。不過我又唔好相信呢個世界上有唯一準確而又喺任何情況底下都應用得到嘅指引。咁如果個從業員佢係應用一個其他嘅指引，或者世界上面另外一個指引，咁你冇可能話佢違反咗個法例噶嘛。咁變咗呢樹，我覺得你必須要嗰樹呢係有問題。再者就係，如果佢因為跟從你呢個指引而導致病人受傷害嘅時候，請問嗰個責任喺邊個身上面呢？係咪你即係我哋通過呢條法例，我哋有個責任喺身上面呢？抑或係唔好啦，咁嘅情況你就唔好跟個法例呢？咁呢個要搞清楚。咁至於你話字眼上面呢 protocol 亦都係有啲奇怪，即係你睇翻成份法例，唔係淨呢一條啦。protocol 真係唔會譯做指引嘅。咁而我見到你嘅解釋方面喺guidelines 同埋 protocol， 其實中文譯咗出嚟係完全一模一樣。咁你咪真係唔需要用 protocol 嗰個字，同埋跟翻成套香港嘅法律呢，係簡單啲就用一個指引。我諗個意義係緊要個字嘅。然之後唔好意思，我下一輪先再問。好，唔該，主席。3個意見嘅。咁第一個就 Allied Health， 即係英文好似唔好聽咁樣，係咪變 healthcare？ 咁 healthcare 又好闊喎，咁包括所有醫生都係 healthcare， 咁會唔會又闊得滯？可能我哋都仲可以聽下大家其他有冇意見嘅。喺一般嚟講，我哋就好慣，我哋個行業就好慣用 Allied Health 嘅。咁專職醫療嘅同事有冇其他嘅反建議，我哋都接受。不過 so far 我哋都聽唔到佢哋有一個意見，究竟想叫做咩嘅其實。
咁第二啦，嗰個釋義方面頭先都解釋過嘅，明嘅喺個釋義上面，我哋用多少少時間。頭先你講過 MRI 嘅情況咧，我思疑可能唔止 MRI 嘅，係咪嗰個句子需要有修訂？唔係淨係 MRI，咁你越嚟越多新嘅 equipment 出，咁到時咁點咧？咁可能呢度都有啲落墨嘅，咁所以係需要一啲時間再去睇一睇。而第三啦，講得係啱嘅 protocol 同 guideline 其實個譯法應該唔同。喺可能去到 clause by clause 嘅時候，我哋再仔細講。不過 protocol 喺呢度嘅意思咧，佢哋真係指一啲日常 operation， 即係日常功能做嘅嘢。我舉個例子，譬如就話啊，如果你去你做咗 A 之後，就應該要下一個 step 係做 B。類似係咁樣嘢，而唔係一啲臨床嘅一啲advice 或者一啲建議俾你點做。不過，姑勿論係 protocol 同埋 guidelines 咧，一般嚟講最後尾都會加句嘅，就係如果你要 deviate from 呢一個，即係你要唔遵循呢一個 protocol 或者 guidelines 呢個指引嘅時候咧，你醫生咧係必須要或者同事咧係必須要有 exercise 佢嘅 clinical judgment， 即係佢有個臨床嘅判斷。如果有足夠嘅理據嘅話咧，佢係可以唔跟呢個指引。我相信每一個指引入邊咧都會有呢一句句子，就係你要有一個好強嘅臨床嘅原因，而到喺即係喺一般業界評我哋嘅同輩見到嘅時候，都明白你因為係呢一個原因而唔跟隨呢個指引。我估個意思係咁樣嘅。好，唔該晒。